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當醫生宣告一個人死亡，嗰個人會有乜嘢感覺嘅呢？穆迪博士喺死後的世界入面詳細記錄咗死亡嘅現象。佢發現好多經歷過瀕死體驗嘅人，喺佢哋被醫生判定為臨床死亡嗰一刻，意識並冇消失，相反，佢哋經歷咗一個極之清晰、有秩序嘅過程。書入面記錄咗一個好有代表性嘅個案，有一位心臟病發嘅病人喺搶救嘅過程中，心跳同呼吸都已經停止，醫生宣布佢臨床死亡。但係據佢所講，喺嗰一刻，佢清清楚楚聽到醫生同護士嘅對話，甚至連其他人講咗啲乜都記得一清二楚。後嚟佢被搶救返嚟，佢將自己當時見到嘅情況講俾醫護人員知道，所有人都感到好震驚。穆迪博士強調，佢並唔係想證明死後世界嘅存在，而係想真真實實咁記錄每一位研究對象嘅描述。佢話：我相信生命死後繼續存在，係一個完全理性嘅想法。最令人釋懷嘅係，幾乎所有體驗者都話，死亡嘅過程並唔痛苦，相反，佢哋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嘅平安同寧靜。穆迪博士發現，瀕死體驗嘅第一個共通元素叫做無以名狀。幾乎所有體驗者都話，佢哋嘅體驗係完全超越人類語言所能夠描述嘅範圍。書入面有位體驗者咁講：我經歷嘅嘢喺呢個世界入面根本冇適合嘅詞語可以去形容。另一位就話，就好似你要向一個天生失明嘅人解釋乜嘢係顏色一樣，你點樣講，佢都冇辦法真正明白。而喺呢種無法言喻嘅狀態之中，有一樣嘢係所有體驗者都一致認同，佢哋感受到一種極致深刻、無法形容嘅平安。呢種平安遠遠超越喺世上可以體驗嘅任何快樂或者滿足。穆迪博士認為，無以名狀本身就提醒咗我哋，人類嘅認知實在有限，而生命嘅奧秘就遠遠超越我哋目前能夠理解嘅範圍。喺此時此地，生命中有好多體會，往往都冇辦法用言語去形容。終有一日，當去到光個頭，我哋都會坦然咁經歷一場無以名狀嘅奇妙旅程。